我哋公正聯合團隊咧，係喺附近咧水田咧做緊一個好大嘅美化工程，包括咗咧土地平整之外咧，都會做一啲咧喺附近起一啲蓄洪池啊、公園，希望你將來大家咧可以享用嘅。6個月啊9個月度咧，都馬不停蹄推動我哋北都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嘅發展。小朋友聰明伶俐，家長開開心心，馬上咧做完功課，馬上可以去玩，好唔好啊？少少一粒粒叫做生物炭，其實就係我哋做工程咧，唔多唔少咧斬啲樹嘅，我哋帶佢去 Y Park 嘅地方，幫佢循環再用，佢就可以吸濕，又可以除臭。咁所以小朋友臭崩崩嘅時候咧，袋住佢咧就會香噴噴啦。呢度嘅青年人啦，亦都係可以咧，好有活力，創造自己嘅夢想，創造自己嘅人生。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。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。